准司部今年完成公务人员请假规则修正草案，公务人员新增加逐年通请3天的薪薪调息假。教育部最近正式预告修正教师请假规则，增加教师逐学年3天的薪薪调息假，会当用点钟来请，而且学校也袂当拒绝。 建构优胜校园加职场环境，教育部即阵预告修正教师请假规则部分条文，增订薪薪调息假，每学年3天，请假日数并入人事假计算，并会使用点钟计算，而且学校袂使拒绝，也袂使做其他不利的处分。专教总表示，薪薪调息假并入人事假计算，好看尔无实用。其实我请事假就好了，我干嘛要用身心调事假？好像看起来我们给了一个口惠实不至的一个身心调事假的一个类型。好，那我们认为，如果真的要在意，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有身心调试的必要性，那身心调事假应该独立一个假别。 年金在讲并入暑假计算，老师家己爱负担代课费用，还佫占暑假天数夜都无意义，所以身心调息假应该独立假别，爱有无共规定。全国中小校校长协会理事长陈清义认为，不管是用什么假别，老师请假上严的问题是代课老师歹找。现在很难找老师的状况下，这个1天2天的代课如果是请假的人自己找代课，或是怎么样的方式，看看教育部有没有什么配套。老师有寒暑假，他不是像公务人员全年都没有假，这个不太一样。教育部表示，若是暑假、家庭照顾假、加身心调息假合计超过7天，老师就无支付薪水，课务代理相关费用由学校支付。修正草案预告到8月19，收集意见了后，经内部听书、部务汇报再个通过。甲公务人员新增加逐年3天的身心调息假，上紧伫今年底前做伙实施。记者采访报道。